大家好，我是楚婷，嘛会使叫我阿婷。我开大。咱人生的顶半场，大家拢知影要追求啥。开始。你呀呢？但是人生的下半场咧，我那个。加油！对即马开始，咱做伙好好来练习咱人生的下半场。胜利。不交备不呢？哦。会当行着爱世界行行，哈哈哈哈哈，下半场人生，哈哈哈哈哈，几岁拢无要紧，哈哈哈哈哈，下半场练习，轻轻松松，快乐过日子。大家一定有听过“活到老，学到老”这句话。不过老实讲，这句话哦，我已经听到有淡薄仔深啊，流到要变宝啊。但是，这几年我发现，时代若是会当学物件介好，因为吼会当一直进步，啊，拢袂老。现主是我就是要来学算这件代志。阿婷啊！你好，足久无，那愈来愈少年哈。哎，甲你同款，牙水，耶！跳舞呢？哇！真正有迄个少年的气息哦。对啊。要上课啊，足欢喜的。要来耍啊，不是要上课，对，要来耍。哇，足下大的呢。这是教室，无看过安尼的教室呢。这就是我练功的所在啊，嘛是我要带你来佚佗的所在。我知影你是迄个本土电竞选手对无？所以平常时练起来练功，都是伫迄遮你的秘密基地就对啊。对啊，即马来介绍你熟悉我的队友来。哦，这是阮的队长乐傲。乐傲你好。你好。阿姐手的。啊，这我的马子。嗨，蛮好，蛮可你好。安妮美女。最佳搭档。是，迄当阵恁拢嘛是小白吗？毋那是迄个电竞的小白，我阁是电脑的白痴，我足上中。你即马足溜厉害呢。啊，因可能较厉害啦。我来这是漂洋片来。你叫是要学迄种较正经的咯，对啊，文书处理的那种。然后能够上网去玩一下。没想到来这边是玩电竞嘿。哦，真正是红怪来的，对啊。啊，过来这热包子哦。烧包啊，就对啊，你好。烫烫哦，烧烫烫啊！啊，你感觉安尼入来家己这个团队，感觉安怎？这讲起来有一点讽刺。安怎讲？以前小孩子在玩的时候，我是很反对。哦，感觉可能会废寝忘食，会无法度好啊专心读册。啊，即马我既然生这个。你甲大家强调讲，一定爱快乐，啊，袂使有压力。在座的各位应该拢是摸这个电竞电动已经超过4、5档啊。
对无？对有基础啊！啊，我一菜鸟，我今日应该无法度甲恁同齐算吧？无问题，我有安排小教练先甲你教。教练，你好，你好，我阿婷，我要拍拼哦。加油，加油！教练，我阿婷，你好。好。所以一开始我要了解这个游戏，我要。手爱先放伫咧键盘 QWER 面顶，另外一支手放伫滑鼠面顶。好。这较无共啊，要按右边的按键。哦，所以平常时咱滑鼠拢是用左键，对啊。即摆用右键就是。耍的时阵较无共，一开始就是爱自家先买装备。一开始就爱买啊，就对啊。伊系统拢有推荐，这伫遮试咯，足侪所在拢会使家己去行看卖。我嘛爱看这小的地图就对啊。对啊。等下歹势，我感觉有淡薄仔对不到焦，对，我老人目镜有较清楚啊。好，刷落来我要去倒位？就是往前。跟着冰点。嘴爱合起来，大家有发现到无？我有一个镜头啊，就是拄着我无法度把握的状况，我的嘴就安尼那个蛤蟆咧吐酸，唔知影要安怎。啊，重点是我对电动的印象，啊，搁停留伫咧超级玛丽有无？噔迄种的，啊，无就是小精灵。所以对电动啊，搁这个线顶的游戏，这是我第一回第一道去摸到，去接受到，真正足紧张的。因奈无反应，敢有？我你有甲拍着。恁咧算这会流汗未？还好。是哦，我足紧张的咧。安尼。获胜。真假啦？对啊。真正赢哦！玩得很好。哇，足欢喜的，哇，足欢喜。哇，你欢喜啥？赢哦，头拄啊胜利2字足大字的呢。真的哦，你这菜鸟嘛赢，遮厉害。因为我有足好的老师教练伫遮。是哦。我头拄啊咧算啊，我有一个问题，就是我发现到咱即马目睭有较差。这正常的。这正常的哦。哎呀，对于阮的年纪来讲，正常的。阮嘛有迄队员呐。拍就目睭一直滴目油啊，然后感觉足疲劳的啊，所以就是哪算哪点目药水安尼就差不多啦。今仔日是咱遮老咧，咱不老电竞哪有来一个遮水的水姑娘呢？这是阮鸡哥啊。我是宏观科大国际电竞产业中心的执行长。哇，安尼就是咱队长的队长就对啊。对，我甲带来体验的啦。来体验的，你感觉今仔日算了如何？今仔日我感觉吼，应该是咱教练教了好。对，这是咱学校的学生啊。是。迄当阵是安怎会想讲要训练咱立管这届的选手安尼哈？电动甲电竞其实是无啥共的。我想讲吼，利用这种机会，互迄个隔代迄个阿公甲阿嬷吼。除了去了解电竞这个物件有啥物魅力之外，佫会使互因吼，伫60几岁这个时阵，有法度去找一个甲朋友，无分年纪、无分所在、无分时间，拢会使送完去小酒来拍电动。哦，所以讲电竞、电动嘛，会当变做是一个桥梁。对啊，看你头拄仔练啊，已经差不多啊哦。干嘛呢？我感觉无信心。会使，你注意吼。会使。咱教练拢讲会使，咱来甲这的大哥大姐来一个忘年之战。边爱先签，边爱边先签。再来一个，我太大。我走唔着了，我走去中路啊呢。圣诞节去到，在做礼物。对，我真正无想到，我有一天会当甲大家安尼同齐拍这个线顶的电竞，所以我感觉有当时啊吼，咱唔通吼啊袂摸到这项新的物件，就家己吓惊，就是讲卖设限，卖设一个界界，啊家己拔条条，无论啥物，先试看卖，才阁讲。唔好先出去，我一边。进来走，我无会啊，我叫我跑啦。等会，紧走。
我是不是甲大家拖累啊？我嘛是去也袂紧，阮有输过无惊过啊。哦，是，哎呦，水贵哦。好啦，安尼讲啦，我拍这是拍快乐的，输赢无看无伤感情的就对啊。哎啦，输赢无看重点紧啦，你莫有压力啦。哦，来，拜托。哎呦喂呀，对。对因安尼同齐拍这个怪物啊，有赢有输，这拢不要紧，重点是真正足快乐的呢。看到因安尼遮尔投入伫咧这个线顶的游戏内底，我感觉足好的呢，因为表示因永远拢有一粒笑的心拢袂老。来算拉面，拉面，什么叫拉面？我无算过呢。拉面是一种数字游戏，锻炼脑力的游戏。所以拉面是孙甲你教，还是你甲孙教？是谁先会晓算的？妈，阿妈，阿嬷哦，阿妈就搞的，阿嬷先会晓算哦。对哇，阿嬷先晓。你看阿嬷对就会着时代。对啊。就搞的，阿嬷就搞，个用转来甲恁教。像全人呢。哎呀，等等，到底这个安怎算哈？先简单甲我教一下。 7个排一排，就是要连号。安尼我知啊，就是甲麻雀有淡薄仔相像啦，就是爱共款的、共花也是共色的，安尼斗一担就对啊。讲到桌游，真正是百种，嘛是即马时势囡仔吼，会烧酒同齐耍的一个佚佗物啊。咱的好朋友雷关，真正拢对得着时代呢。无想到含这桌游拉面吼，既然是伊家己的孙耍的呢，我感觉足好的。因为毋那是会当互孙看会起，感觉这个时代对着时代，另外嘛会当培养感情，嘛会当互咱的头脑袂退化、袂老。噔花冰啊！哎哟，你有敢在导游呢？你有出了去啊你？是的。哎哟，学着啊，会晓哦。来，换一个啊，777。哦，好加载，我就惊叫你拆线，来啦，安尼啦。哦，你咬哦。噔，剩一个哦。哎，那个有哦。敢若有啊？敢若有？你足怀疑的。咱的哦，我唔知有确定无？会使安尼无？会使啊，哦，你足强的。哦，第一名，多谢。会安尼真正好耍呢。我会记得你会耍迄个电动，嘛是因为孙先耍对无？因为因拢一家，嗯，就因5个囡仔，个因爸爸，拄7个查甫就坐踮遮，买做。苦战啊！阿妈得姐，阿妈得姐啊！还袂拍了啦。无，迄当阵毋是啊。我耍袂歹，佫会甲阿妈讲。我无拍电竞的时候，我就无了解讲，这局若无拍完，你就结束，你就会去互人处罚，中庭处罚。了解。有拍了，才我就了解讲，原来是啥物原因，因袂使你拍一半，就关起来食饭。你若拄着阿嬷咧无闲咧拍迄个电动，要安怎巴肚枵？阿妈都叫我找阿公。你找阿公，阿公有煮互你食无？我会用。尼所以电动无去破坏着家庭的和乐就对啦。无啦，个用甲因讲咧，讲较济紧的功课还袂写经济下。对，你还佫阿妈等下要准备要上线团练啦。嗨，馒头你好。哇，我是练习生阿婷。我知道。你好。好耍呢，好耍呢。你去中路啦，我来下路啦。哎呦，真的是馒头呢，伊嘛要甲我抬，你看，互相相抬，对不对？有，我看有，因为有上课会大概知影。旧年、自年，阮连续2年吼，拍这个电竞。元旦哦，元旦，阮元旦就打电竞跨年咧。所以人咧倒数咧看烟火，恁是咧拍电动安尼就对啊。恁有同齐安尼倒数无？有哦。是哦。哎呀，很浪漫呢。你无用啥？无，我另外爱用手机记录，算是做我的笔记就对啊。
小龙支援一下。啊，好，我们2个过去。要马上过去。哎呦，赞哦！你知影我无大啦，我都唔来3只哎，我紧来走啊！我被晕眩了，我死去啊！你看。对呀，我也死掉了。我因死只拢死啊，咱家阿嬷了，阿嬷加油啊！结果阿嬷的笔记呢？对，阿嬷的笔记。耶，赢了！胜利啊！不交备份呢。哦，是哦。听到这个声就知影，哇，一天会开始。对啊，这时啊，就阿孙来读册啊，啊2个就大汉的读国中啊，啊细汉的读国校啊，啊2个拢爱叫起床啊。哎，老早爱讲台语。昨暝困了有好无？有哦，阿红哦，这2年啊，你爱甲伊用开，伊无爱蛋黄啊，所以你也了解伊的生活习惯。啊，你就要知影讲，啊，这个囡仔爱食啥，迄个囡仔爱食啥。食的时阵啊，就想到阿嬷，阿嬷我腹肚枵啊，只要讲腹肚枵3个字就好啊，你就知影伊想要食啥。你今日有一种 VIP 的感觉无？系啊。有吼。今仔日咱处处为你服务，啊，搁有你这个不专业管家呢啦。啊，你的筷子，啊，食饭还搁人陪你哦。本来这要2哥的啦，啊，叫2哥伊就讲伊无爱，这阿嬷的卤卵哦。销魂卤蛋，你卤的吗？你这厉害！哎，你不爱食阿嬷的销魂卤蛋哦？可以啊，嘛会使，嘛是会使的啦，就是每一天改变无共款安尼啦。来，胸口。有当时啊，会感觉讲啊，讲爱带孙骗孙足辛苦的，但是我伫咧内观的心的。看袂到辛苦2个字，我敢看到快乐的感觉。咱内观真正是有咧练的，平常时咧耍迄个电竞，迄溜达的骹手，用伫咧这送孙，拄啊好。所以讲吼，时段吼，若是精神好、有气力、有才调，会当安尼送孙、顾孙，我感觉真正就是一种福气。来，这是咱。大人的早顿啦哈，所以咱今仔食金龟米粉，好食无？我甲你讲，金龟好食是第一个好食的要件，第2个重点是咱内观熬煮啦。我嘛安尼感觉呢，你嘛安尼感觉？不是我臭屁呢。每天早上起来都忙到晚。为着孙，为着翁，你为着囝，所以伊爱耍迄个电竞，啥你嘛是有甲支持就对啊。伊爱耍啥，趣味就好啊。像我爱画缠绕画，爱画做一寡手作，我嘛感觉，大家互相支持就对啊。互相支持就好。啊，你有啥物特别话要看这个时阵对内观讲嘛？这句话就常常来讲。是啥物话咧？是啥物话咧？老婆，我爱你。哦，安尼就对啊，安尼就对啊。翁仔某要斗阵啊，就是讲不要卖限制对方管伤济。2个人中拢爱有空间，爱互伊自由。对吧？唔免讲你爱耍电竞，伊嘛一定爱对你耍，无一定的。袂，我袂强迫伊耍。但是我会讲，若来做志工吼，我就甲拖出来。那你帮我提一下3桶水。这是钱柜油，我们要甲摕来做茶箍。做环保家私皂就是万用皂，所以即马大家已经在做准备啊，就对啊。准备啊，因就开始摆皂盒啊。好，安尼，这我嘛来倒摆好啊。好啊，你去倒摆啊，我再来泡氢氧化钠。好。内观甲林大哥服务的这个基金会啊，本身都是以时段为主的。内观甲林大哥拢感觉讲啊，伊已经是时代的年岁，啊，不过伊还阁有这个能力会当来服务
为咱台湾的时代做一寡代志，伊拢感觉足荣幸的吼啊，包括着即个做杀文地壳，嘛是服务的一个重点。啊，即个地壳啊，伊若是卖出去了后，会当搁互基金会运作搁较好，啊，互搁较侪老人得到真好的照顾。油嘛甲倒落哦。哎呀，你倒油我洗你哦。好。啊，即马就用倒香茅油啊。好。开始有香味走出来啊。有香。啊，过来看你的技术啦。来，爱有力，啊，搁爱招匀。好，来。有啊。倒甲就是啊，迄个鼎位啊，尻川爱夹较悬一丝啊。你看这盘安怎？这盘100分。哦。我跟你讲，因为你的面啊，我拢足水的，所以我讲一摆就爱倒到。多谢。倒到拢有够重量。好。真正行拢是爱足专业的。是啊。安尼讲起来，你感觉算迄个电竞，甲做志工服务这2项，倒一项你较快乐、较有成就感？拍电竞啦，电竞因为咱遮侪岁仔有在拍，然后还佫对人会着，爱用对着少年斗阵耍，所以你会感觉讲足有成就感的。是。啊，你若做志工，第一就是服务别人，啊佫赚着快乐。赚着健康，一寡长辈的身躯，你中学着一寡你毋捌得到的经验。对啊。所以这2个是我年老了，感觉哇，嘛感觉讲足有价值的。人生就是爱过了有价值，爱没有快乐。对啊，人生就是安尼啦。140、200，一个鸡胗，一个鸡心，好。对，这个是鸡豆。好，再一个是鸡豆，好。来，豆包2尺，葱仔肉20粒，地瓜子啊，你看。看点食。放一下。哎，看点食，啊，等下第项啊。你负责的代志，原来嘛是足多呢。看头看尾啦。哦。迄个啥，校长兼讲钟。天公伯啊，足公平，互咱每一个人一工拢是24点钟，但是伫迄内关子啊，生的我那个看到，伊一工有48点钟的，拢无咧休困的啦，对早起安尼无用，吼，想讲到暗嘛，应该是会当伫咧厝的看电视休困一个无呢，佮继续来甲这后生新妇的这个烘肉店咧斗3工。真正是体力有够好的啊，无怪伊是一个电竞选手哦，精神体力真正比少年人更加好。哎，你好，需要什么？贡丸1支，米血1支，好，香菇4季豆各1个，好，莫三毛720，对，720取餐，好，谢谢。哦，啊，所以你爱搁兼接电话哦。嘿，啊，搁安排时间，你爱看现场，嘿，吼，啊来的订单，有部的订单，啊，搁电话的订单，啊，搁电话的订单，然后你爱看现场，啊，搁现场的订单，啊是讲后生新妇，啊，因2个家己去无闲就好啊，啊，为啥要你搁要安尼同齐拼哈？其实吼，你也看到讲吼，因2个啦，遮尔啊认真啦，吼，为伊的家庭啦拍拼啦，咱是大人吼，背后一定爱甲支持。我帮你结哦，80、100、120。阿婷啊，豆仔无我报一个哦。好，豆仔啊，这边对，豆仔哦，豆仔有销哦。有啊。大家拢爱食豆仔。系啊，每一个人拢爱。系啊。没关系啊，咱这位后生是第几个？这细汉的啦，细汉的宝贝啦。哦。头拄啊，迄娟姐咧教我签迄个面豆啊嘛。伊骹手比我搁较美呢，所以妈妈要来斗3工啊。瘦啊，甲哥哥你有甲特训无？有啊，我们每个礼拜都会集训啊，小肌肉训练。对，然后小肌肉我们都有小肌肉训练，然后我们就会训练之前都要先上课。听话，头拄啊我听到迄个
雷关子啊咧接电话，吼啊咧算钱，吼，迄头脑有够精光的呢。对啊，所以这嘛是一种训练啊。对，我们就是要训练，所以他才可以打电竞啊。说的也是。所以他小肌肉都非常的好。哦。哎，啊若讲到电竞啊，即马迄个网络足侪啥物诈骗的呀，啊，敢会烦恼妈妈拄到啥物爱情的骗子、骗财、骗色安尼，会烦恼袂？袂。为什么？全世界甲人安上缘投。哦。所以你心头就知就对啊啦。无啦，袂兴趣啦，袂兴趣啦。甲雷关子啊，用一家伙啊安尼斗阵了后，我感觉雷关子啊，真正是一个足好的看守、足好的妈妈、足好的阿嬷。为什么呢？是因为吼，雷关子啊，伊知影要互家己人生的下半场。哦，过了精彩，过了充实，伊的安尼的精神，啊，佮伊的心情，会去影响到规家头啊。伊家人生下半场过了好，过了欢喜，耍了欢喜，哦啊，所以规家头啊嘛过了足欢喜。今仔日是重要的日子，就是咱的好朋友雷关子啊，要甲伊一场同款爱耍电竞的好朋友，要来一场友谊赛。我即马来到这个所在，就是弘光科大的电竞馆。除了会当来遮看比赛以外，都会当看到伫咧咱这个舞台后壁有这个副控室，哇，看起来有够专业的啦。咱来看卖一个。你好，哇！恁拢是学校的学生啊？对。等下咱差不多搁偌久的比赛啊？15分钟后。好，安尼咱就期待这个比赛会当顺利，好不好？好。耶！大家好，欢迎各位来宾甲热爱电竞的观众朋友收看向小新雄青八强赛，我是主持人瑞，咱热情欢迎猎青雄青队就台。欢迎的队数就是弘光雄青队，欢迎你们！我马感谢两队的队员，请为我一起对战时做准备。好，加油！加油！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谁最亲雄青马上赛比赛现场，我是今天的主播俊伟。我是赛评小金。那今天很荣幸有机会可以邀请到我们的嘉宾阿婷。大家好，我是练习生阿婷。是，那我相信现在大家在下面一定是一直在准备啊，准备等一下要就是展现出自己最强的一面。是啊，因为头拄我有跟两队的朋友留我去探听一下大家今仔日的准备，我发觉到大家拢是最有信心的。大家名拢伫遮，这摆有线的人就是阮的鸡哥。对哦，因为伊年纪也到了啦，在今年决定参战我们这个不老电竞。那这一次是以弘光雄青的队伍来做参赛，那是一个中路的位置。对，那其实这里都是熟面孔了啦。对。主要就是咱弘光真正是有心，对哦，要伫咧这个电竞的这个项目内底去发展，所以伊就是无分年岁啦。无毋对。算爱算拢会当来。对，什么时阵开始算拢会胡？拢会胡，无咧无维护的代志啊。对哦，各位挂名啊，背开逃胜。足侪人会回忆。对啊，大家可以看到。不老李爷跟苹果在对线打的是非常强势，一直在往前试着去消耗对手的血量啊。这个游戏主要就是爱杀起个塔，甲对方的塔杀倒，杀愈多，分数愈高，安尼就对。所以哇，我看迄个拿队，哇，安尼势如破竹，安尼一直杀。其实我嘛对咧足紧张的呢。啊，不过好你加在，我看到雷关伊做，嘛是老神在在啦。4个人想要来包，剩下4包1，但是好像会被抓掉。李爷这里其实是没有看到的，最后这个大人头赏金是由海沙收拿到，鸡哥太狠了啦，一直在推塔，好像被抓到了，乐奥白木被抓到了。
猎鹰是不是爱紧调整一下因的赞？对哦，因即马我乱去啊。因即马输红光雄青2000块啦。对，我觉得红光雄青这边玩的比较好的部分就是他们的纪律性有够，就是他们不会说哦，我们5个人要分别去做不同的事情，而且看起来应该猎鹰雄其实没有办法再防守了。那我们恭喜红光雄七拿下，赢得这个谁雄七马上赛的冠军。对。今日大家拢拍甲足认真的啦。对啊，足投入的啦。而且吼，大家拢无咧看迄个分数的，反正我就是现主时该安怎我就是安怎，爱出招我就来出招。家己爱做的代志做好啦。算到这个程度，我感觉赢还是输，不是上重要的代志啊。上重要的就是永远爱有一个爱耍的心。算这件代志，会当互咱随时拢感觉足少年，随时拢感觉人生的挑战，都是甲下过去，迄个过程有得到我想要爱的修行，安尼就好啊。来，互你电脑乖乖，顺，哦，免世界第一名，顺，拢会赢，拢会赢。长沙，快乐过日子。咱要炸几粒？差不多30粒就有够啊。好，30粒，好。讲到算这件代志，应该是无论几岁，无论什么人，拢足爱算的。不过吼，大人定定拢咧提醒囡仔，就是讲你唔通过算啦，迄功课嘛爱写，重要的代志嘛爱做。但是算这个代志，有可能在咱人生下半场是上重要的一件代志哦。果冻爸。有。我吼30个啊，差不多，搁加炸几个啊。好。有味。最后来算。等下要去参时段斗阵算吼。哇，真好。行吼，来。今仔日天公伯啊，足配合的，这天气有够舒适的啦。咱要去这个金陵社区。金陵，对啊，迄个社区发展了袂歹，因老人吼拢算身体足好。好，这边收对吧？对，这边收吼，来，这较重哦，好。进来，高炸，大家高炸，哎呦，又见面了。今仔日我是上爱笑的助理啦，等下大家若有啥物需要吼，甲我画一个，叫一个阿婷，我就过去啊吼。准备哦吼，1、2、3、4、5、6、7、8。5、2、3、4。5、6、7、8。到。按做几个？哎呦，歹势啦！我甲我会使没有培养默契。1、2、3、4。我咧借问一个，咱头拄仔咧安尼大手拍手的时阵啊，这个手指啊是安尼开，还是合？这个拍手呢，运动手呢，对大家有帮助。咱手有神经无？有。所以你刺激的时阵哈，就把这个手打起来，让它神经活起来，配合这个动作，所以会让整个身体整个热起来、活起来，整个开始充血。所以呢，有人讲吼，这个手在动的时候，这个塔康吼血液就增加1.5倍哦。各位，好，这物件叫做专注球，好，要怎处理呢？安尼丢起来接住，1秒钟一个对不？你若无法度，咱的卖结伤悬，结较低，好不好？60个哦，好，预备来，1、2、3、4。是摕到这个叉球啊，哇，这时段
目睭拢紧起来安尼，大家想看卖，爱为厝的行出来，啊，佫是来教室内底上课，这有足大的迄个动力，有迄个吸引的迄个力量，才发会出来呢。所以这果冻爸对遮的时代拢足鼓励。啊，就亲像果冻爸讲的啦，咱若是经目有咧动，吼，目睭有咧看，安尼咱的脑就会转，啊脑一转来，咱规个人就成功啊，就翘起来啊。5、8、5、9、60。这位姊啊，足古锥的，伊足专心的，啊，伊专心伊目睭拢看得球，我叫是伊困去啊呢。无啦，足古锥。好，来。哇，足厉害，足厉害。来，阿婷来。伊头总角落去对无？有啊。无啦，我会知影，你的球有骹啦，有骹，伊的球有骹就走去啊。啊，你是几岁？70几岁？85啦。哎呦，85好来，85啊，有女子啊好来，1、2、3。有女子啊好。来，啊，甲你问看卖，有女子啊吼，什么上熬，什么上赞？好到底。好到底，人人好对无？过来掌声鼓励一下，好到底。果冻爸有一步我感觉足厉害，就是这插球人无好，嘛莫甲怪，嘛莫甲骂，咱用学落的，这招真正足巧的呢。所以有一句话咧讲啊，互相闹开求进步，我感觉这是互相学落无烦恼。各位亲爱的，今麦要开始啊吼，咱这个叫做查贴啊。啊，等下吼，咱要第一个要提高比赛啦吼，啊，我有准备奖品咯吼，好未？好，来手莫摕物件，咱双手咱放伫个边啊，吼，开花安尼较公平，好无？1、2、3，开始，3秒、4秒、5秒，停。5个，好，来，1、2、3，这嘛5个。哦。来，请有一个动哦。来，阿婷来，今天的总冠军。你是安怎做到安尼6个啊？我双手。哦。2只手。哦，你双手就对啊，啊双手，啊你尾啊，这个是足急的才贴起的对无？歪歪安尼，啊拄啊好呢，伊虽然歪这边，啊不过伊这下骹较窄。各位，好了，过来翻开第2页来。第2页哦，2题开始排，3题开始排，互你6分钟的时间开始练习哦。啊，我即马吼，等下吼要甲你考试哦。有。对吼，有的是足细的，啊有的是较青分，唔知要安怎贴，所以我想讲，这个插贴啊是要训练伊的组织。还是反应，还是啥？就是讲记甲代志记掉的，记掉的。对，行出去行袂转来那个空间、位置、额叶，这读较遐。啊，这个部分就讲啊，代志要哪处理，啊，这要哪排，看这要哪改题。参像迄个策略啦，爱想步就对啊，想这步要安怎行，要安怎出就对。来，90岁参80岁要比，有公平无？无公平对无？所以等下若90岁，我讲吼。第8页、第几题，你会当继续看袂要紧，好无？来，90岁以上的举手。你2个阿某安尼吼，脸皮吼皮得高来，1、2、3，才3个，好来好。今仔日遮尔侪人90岁哦，为着要赢，什么步拢会出得出来呢？为人家影家己已经80岁啊，啊，搁家影家己90岁，足古锥的，因为反应真正，互我想袂到的。所以人咧讲啦，老人囡仔性啊，咱来一个上困难的好无？我看大家拢足熬的啊，第11页的第3个。先看5秒，先卖停到。4秒、5秒停。好，即马甲坡啊扛起来，1、2、3，开始。好来。哇，停！当，来，终于搞呢哇！大家拢足好的呢。来，这等下要算的河内塔。一人一组，一人一包一组安尼。啊，甲恁讲规则咯。
一届摕一个，啊大地袂当缀小地这规则吼，啊要甲摕点边仔来吼，来，啊你试看卖。有人要甲我比赛无？来，我会当甲你同齐算无？啊，我要出题吧，你做好哦。燕川哥哥跟阿婷要比赛哦吼，哦，啊咱来甲加油者好不好？加油！好，预备，开始。两个人都要加油。你赢呢？阿婷，你承担了啦。哦，是啊，有啊，你客气啊，你客气，因为我真正互家己客掉的，我一直想讲袂当缀小地，袂当缀小地。过去咱拢把这个佚佗物啊当作是互囡仔耍度时间的物件，啊，毋过无想到这个佚佗物啊会当互这段时段，吼，耍甲遮尔欢喜。啊，重点是，若是家己耍，啊，佫会当甲同学交流，安尼气氛，安尼互动，真正有够赞的。真正会当互咱的脑有去动着，啊有用脑，互咱的头脑佫较精光啊。阿婷，甲你介绍一下吼，这我的工作室。哦，你来看卖。古早式的呢，对，嘿。这买当算吗？算看卖，3连环之后啊，把这条数啊提出来。提出来简单，加掉。那会用的啦。袂使破坏。啊，你先试看卖。有3个圈，啊，佮3枝条啊。对，过来吼，你试看卖。安尼，我哪够掠到一寡美角哦？安尼，好来，过来，安尼，要出来呀！对。我哪甲？加高。好，来，好。我总算去体会到头拄仔遐时段，为什么耍这佚佗物啊，耍甲成功的迄个欢喜啊？对。那欢喜哦，对大家做好，产生多巴胺，然后让脑袋更活。迄个啥，脑内啡。我头拄安尼砰，脑内啡这样喷发落。愉悦快乐就会有。是吼。启发智慧。我看迄边足侪迄层感动。来试看卖，这边传统的，1、2、3。这爱学啦吼，我示范一个，互你看好啦，来。我刚才无登记啦，哎呦。我唔知你遮做咯。好，你看哦，试试哦，我用一个看吼，啊，你试试，啊，这个摇在，这个甲扭出来。哦。这就是安尼。所以这都是较早的战斗陀螺。对，囡仔咧耍的陀螺的阿祖阿公。我会记得我细汉的时阵，过年过摕到红包，我都会去踅迄个佚佗物仔店，啊，一来到果冻吧的这个工作室，囡仔时代迄个记忆就隆重回来啊！哇，伊的工作室内底每一个佚佗物仔，看起来拢足厉害，啊，拢足欠耍的呢，拢足想要甲耍看卖安尼。啊，给你介绍一下，这阮后生吼，叫子瑶，阿婷，对啊，中山医学院的迄个教授哈，老师你家秋田老师，好来，秋田老师你好，你好，哇，所以你今麦咧无用啥啊？你讨论讲要哪设计，互老大人，你耍的物啊尼啦，吼。领导的佚佗物啊，应该拢是爱动头脑的。对，没错。啊，有倒一项是你自细汉到今嘛拢耍袂善。你这个就是难度较悬的鲁班锁。鲁班锁是倒一？亲像这个，它就是6指连方，用6根木头组合起来的啊，这一趟拆开。啊，但是安怎会甲这个佚佗物啊，甲时段咧连做伙？是安怎的一个起心动念？真要伊要做论文来找我嘛，啊，我拄好伫神经内科你做工课，拄到的患者拢是头脑退化，所以拄好真要找我是说，你这项物件真适合哦，迄个文献国外研究有讲到哦，然后我就想讲，啊，无来试看卖，来试看卖，就讲因爸爸你做这啊。其实吼，老大人吼，你这个时阵吼，年纪大的啊，健康咧有3部分，第一项就身体要健康，对，过来第2项大家健康，是，第3心要健康，是，啊，这是铁三角。脑若健康，我相信
心嘛会健康。对。脑甲心健康啊，身体嘛会受到影响。这是我感觉是一个循环，一个好的影响安尼。所以后生真要是团里的这个佚佗物啊，咧做嘛，对啊，但是有其他伊改变发展的，就是这个，安尼拍开就有一个鲁班锁。哇，这好省呢！对对对，这鲁班锁可以拆开哦，推过去，真正就可以拆开了，变3个，对，安尼过汤转。真正是你的后生，细汉耍遮的佚佗物啊，所以头脑是对，头脑好，个型嘛出角。对。今仔日要甲恁带一个活动，叫做沟通的专题。你若要做头家，你要甲你的员工讲代志，伊听有无？这节课甲后节课专门咧讲迄个沟通这个问题。等一下呢，我们用小组进行。一个负责排目睭开开负责排掉，叫做操作员。个第二个呢，指挥的，一概摕一个互伊，另外一个无代志要安怎？看伊安怎咧处理代志。等下你观察的人爱负责发表讲，你感觉因讲了安怎？操作员目睭开开，来，开始了。预备备，开始。目睭爱开开哦。好，第1名、第2名、第3名、第4名，好来。同款是算插贴啊积木，不过无同款的年岁算起来都是无同哦。时段都是家己操作，家己挑战。不过来甲国中甲一群少年学生算都是爱靠的都是合作爱有策略的哦。所以原来这果冻吧真正有用心呢，同款的物件，但是无同款的算法，要学的迄个目标，要学的迄个道理，嘛完全都无同。你们那一组怎么处理？他们2个默契比较好，所以那个花号司令的人一说，然后那个人就可以很快的反应过来要怎么做。他们在排的当中，定位直的、横的、斜的，边那摆他们有先沟通那个默契。为什么你贴的速度有法度遐紧？对啊。默契我想要试看卖。来。好，来，后目睭开开但是题目是卖互我知影请果冻爸你宣布。第7、第11题。好，起来。安尼好。中方吗？过来。立着在边边。好，过来。立着在另外一边。掌声鼓励。完成了吗？完成。都胜哈。多谢啊，谢谢。安尼有训练到无？协调沟通，增进那个能力这样子。OK， 好。等一下呢，上课的时候在下面哦哈。好，咱就来动作哦。好，来转过来，好了。你有算过这无？唔捌，好。即摆第一个活动希望高塔咱就知影这个社会唔是干一个人咧处理工课，你要做一个代志要成功足侪人斗阵处理对无？等下呢真简单，一个人有一条手手若是安尼就没有贡献哦，你只是依附者，大家爱出来要施力，这样子才有作用哦，对不？拢有救对不？不要没出力哦，好来。不要掉喽！如果哪边掉下去，就说哪边开始好，可以放。你假跳。等我这边，把心放在。起来啦你！你放下。对，要有人喊啊！对，很好，来。哎呦，袂歹哦，好来吼。这个是个关键哦。掌声鼓励！怕不怕吹的来，好，我们今天课就到这边，好，多谢，谢谢各位。果冻爸，咱甲时段算，搁甲这少年囡仔算是算无共做的呢，无共款的，为什么你会想要安尼设计哈？因为小朋友能力比较强，他的挑战性、欲望比较强。所以难度就较悬。老人家
80、90岁了。啊，你要从简单的开始，啊，慢慢越来越强，越来越强。啊，所以一个物件算到尾啊，伊嘛会当算这个部分。国中囡仔、少年囡仔耍，就是学一寡做人的道理；啊，时大耍，就是学大脑莫互伊退化，咱人莫互伊一直留落。啊，无想到国栋爸还有安尼的一个成绩，就是伊甲这群学生啊，伊嘛会当好我斗阵呢，啊嘛会当甲因讲道理呢，真正是一个互我足配合的一个人。三二三四，四二三四，五二三四，六二三四，七二三四，八二三四。哦，最后啊，来夫妇诶，以前呢，孙仔来跋倒，阿嬷都讲安那。哎呦，阿嬷笑笑，阿嬷笑笑，啊，大家拍拍。啊，这吼小朋友哦，阿公阿妈以前细汉拢捌耍物件吼，啊，这个现在叫做扣扣球。音乐的节拍器，我看大家拢弹甲足顺呢，啊，但是我哪会那个这个节拍唔对呢？你看有当时会停落来，是安怎？往上往下这样。哦，上下啦。哦，一个顶头，一个下骹，安尼吗？那个对，好，你好。哦，有啊。啊天黑黑。要落雨，阿公啊也低头要掘哦。啊，所以咱这项主要是要练啥？这个手脑现在一定有，但是主要它训练专心。所以你有感觉你头前咧动这1分钟，有做专心的无？有，有想其他无？你若咧想其他，你就拍车啊。我拢无想其他，我刚才咧烦恼为什么伊一直拍角。你若头壳要好，1回身，2回手，3回变高手，再来急缓3，触类旁通。哦，咱头壳就讲有这物件，这叫学习疗法。哦，啊，头壳愈用愈安那？愈成功。愈成功对无？哦，啊麻烦咯，啊我即摆提供技术给恁咯吼。来看卖，这块对无？好来，这个这对无？这块嘛吹对啊！啊，你讲另外这个，你嘛改过了对不？你嘛不是这个，就厉害！来，大家去喂，耶！哎呀，所以你感觉算这感觉安怎？还好啦，出味啦，咱变起来戏啊！啊，变个戏。活动吧，伊敢若是一个传教的人员。啊，这个代志对时代有帮助，伊嘛要讲互因了解，伊足惊大家。唔知影、唔相信，吼不爱做，所以吼伊就是用心用气来，互大家了解，算对人生下半场对时代是最重要的代志。唔惊你唔算啦，就惊你不爱算。啊，你感觉哪有当着无？有啦，都袂起。重点唔是完成，重点是过程。咱过程有去找，有去想，啊有去试啦。大家生这接触的，做厝的心情偌好咧。啊是吼，啊若比起家己伫厝的咧，安尼两个比起来，家己伫厝的都算敢若较无看啦啊，安尼算敢若较无趣味啦。哦，系啊，啊若袂晓会晓问老师啦，是足紧的。哦，我看卖，这题，哎呦，这题足难的呢，你完成啊哦。有讲无？有讲，一模一样。啊，所以来上课，你感觉安怎会爱来咧？会啊，爱来吼，啊，唔免人请，家己就来啊哟。免请家己来。看到这段时段安尼，遮投入，遮尼专心咧算，因唔是要甲别人比赛，因是甲家己比赛，会自我的对话，自我的思考。我感觉这个过程已经互因完全拢袂老啊。哦，咱今仔日上课上啊食，啊恁转去吼呢，爱认真无？爱。谢谢，再见哦哈。感恩。